出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哦，恁睇下看，一个壁有闹冇？还今日吼来到有花卉苗木之乡美称的种花用青，用青那个地方吼，唔单单有花苗、树苗、水果苗，还有贵有名的落叶，也背后含迄落叶的发源地啦。甚至田日本时代还有一个丝虫，还专门本落叶的，叫做落叶丝虫。甲所以落叶还嘛个神奇的东西咯。今日就来看下先，不过还先欣赏一下个暗讲的古丝虫。呀哈有冇嘅天样好看啊？冇，你哋眼耳落去看下先。有人贴周什么？哎，有。大哥你好。请问这就是老叶哦？对，这个是老叶啊。台湾因为拿来包槟榔，所以又有一个名称叫槟榔叶。那你们种这个种多久了？超过100年，我爷爷他爸爸就开始种了，4代了哇！那么有历史的老叶，条哥，你今天有缺工人吗？哦，非常缺。刚才给你一屯打工好不好？哦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你要教我怎么弄？我还没有学过。那我先把道具先给你。石子。石子。石子。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啊？怕你手脏啊，你手比较嫩啊。哇，这个还有刀片在上面呢。等一下采的时候，就是用拇指这个刀片往地头这边稍微用力压。哦呦，带鬼米农在头发都嘛怕鬼缝片哦。那我们要怎么挑这个？它什么东西什么可以摘，什么不能摘啊？通常你深绿色的就可以摘，深绿色。每一个枝条就至少留一片，太嫩的不要采。那大小呢？有关系吗？大小回去再分，在叠老叶的时候再分大枝小枝。所以这边做完还要回去，再还有工作？当然有啊。我按多条路会走我。班长，你们都多早就开始工作了？现在比较晚，早上6点半。6点半算比较晚。对。那比较早嘞？之前比较早天亮的时候是5点半。5点半赶到我们前乡呢。看来我有辛苦的一天了哦。班长，像我知道永靖这个地方是客家庄啊，那你是客家人吗？我祖籍在广东，应该也算是客家人。哦，那会讲客家话吗？客家话我就到我们这一代就失传了。哦，所以已经不会讲客家话了。不会讲也听不懂。语言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也很认真在讲客家话。钱的速度进来要快一点。我知道，把它想象成是钞票，摘钞票就会很快。曾经有人说这个是绿色钞票。绿色钞票。曾经最贵的时候，那时候台东碰到台风，全部都没得采的时候，1台斤有曾经到1000块。所以已经开始上，你就会浅，你就会照顾加一些。看能不能摘出那个点钞机的声音。班长，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回去浇水。为什么要浇水？让它保持新鲜，不然它会枯掉。哦，要把它弄倒哦。弄倒啊，浇水要浇均匀，大概每个角度都有浇到了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准备一个大水桶把它泡下去就好？这样子很容易受伤。好，那班长你教我怎么分？主要是这样子，下面3根手指头，
然后食指夹住，你再拿起来。所以自己要去区分那个大小啦，对，然后我们通常是底部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慢慢慢慢变小的叠上去。对，这个老叶啊，嗯，除了包槟榔之外，还有什么用途？像原住民有很多美食都有老叶啊，那你会边挑边吃吗？然后要煮过才会吃。要煮过才会吃。今天有刚好有老叶蛋可以吃。你今天有煮老叶蛋？对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尝尝看。好诶，啊，国外有那个生菜沙拉也是这种吃啊。你只要碰到有油脂的东西哈，它的味道就会改变。它原本是呛辣，你可以抓一点，这个不要的，你抓一点点嘛，尝尝看。这可以吃吗？可以。感觉怎样？呛辣哦，等一下，不行啊，这个吞不下去。哎，我好痛啊！好，那我拿个东西，你再加看看，巧克力。包巧克力，哎，你吃，儿童版的槟榔吗？哎，你自己吃，你这个。差很多哦，哎，比较没那么呛。哎，没有呛，它就是有老叶的香味跟巧克力，好像把巧克力的味道又提上来，你看又甜又辣的，哎，有层次感，很冲突的层次感，这很酷哎，这个真的很酷。这个是保健食品呢，它可以有抗氧化。其实国外都是当食材，只是我们台湾因为槟榔把老叶发扬光大，变成超高的经济价值。那个是一颗是滚辣，中间又有巧克力的甜，会不会又含个滚辣？就是像班长讲的有层次感。对，我们之后整理好要拿去哪里卖啊？然后我本身就有在收购，然后我收再寄去全省的成药行中盘，中盘再分发下去给槟榔摊，像我一手大概就这样子。哇，好整齐哦！你就是这个要叶脉的煮，叶脉让它煮啊。来对照一下，专业的跟初体验的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那个吃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老叶蛋？你看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叶蛋。哎，好像茶叶蛋哦。对，我们是把茶叶蛋换成老叶。这煮很久了，这个壳很轻松就剥掉了。闻到什么味道？有点香料的味道。还有一点点老叶的味道。帮我吃看看。它没有刚刚那种很呛的感觉了，香味不见了，反而留下它的叶子的香，比较温的感觉。跟茶叶蛋不太一样，茶叶蛋比较浓，但是淡淡的香气，很难形容。算是很清爽的蛋。这个亲身体会才知道，要形容真的很不好形容。这个有机会，做个小货车，专门卖这个老叶蛋。你好，还是我跟你合作。我刚吃到这蛋黄，因为很少吃到蛋黄的时候还有味道的。对，它连蛋黄都还有那个老叶的香气。嗨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什么是爆皮面啊？你有听过白菜卤吗？白菜卤有。对，就是里面都会加一种炸过的透明的肉皮，这个就是买他们那一种炸好的肉皮，我们再用自己的卤料再拌炒过，然后加酱油再卤成自己的口味这样子。卤料是你自己调的？对，是我们自己弄的。这么神奇啊？每一家的调法都一样吗？还是应该是不一样，所以每一家口味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嘿，我们在这边经营了算蛮久，有50年的历史。好，那我今天来试试看，我要一碗爆皮面。好，一个面吗？对，那帮你做干的。好，做干的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这边做。好，谢谢。观众朋友，年看按太一碗，让30个人呢，你敢相信吗？今朝来试看下先。哦，有个崩皮，这个有种挑皮用嘞。我挑干锅剔熟，里面以前炸过的，所以肉贝软软，底部又有脆脆的感觉。哦，跟玉米哦。
它就是卤汁的味道，卤汁跟银面，海家可能个崩皮，以前门啊颜色过深诶，你外有条你相公啊，会过项目，海讲完全唔会嘟好，那个时间状况啊过好，调价过厉害。里面係一個講講是皮豬肉嘅人，用豬皮啊來講唔敢吃，不過以安尼料理吼，先炸過又去燜，再去滷，我就可以接受。海家還有到種花呀來料吼，一天我來試看下先啦，因為一般冇人啊嘛唔會認識下個東西，其他地方真是攏看唔到。係一下來到嘅後世宗祠，入面係底下吼，也係一個具有歷史嘅地方，今日來好好了解一下。請問有人鐵路卡冇？有啊，你好，你忙嘢啦？我係阿敏，你來做乜解？係來請一個菜地具有名嘅邱先生。請愛做乜解？入面係底下一個地方吼，後世宗祠係一個歷史上具有意義嘅地方。所以今日想來了解認識一下，唔做嚟等嚟參觀一下冇？冇問題啊，來，請。阿面啊，反映起來求是宗祠吼，天眼看咯，斷木桶嘅邊做片就是個求翠人，有看到嗎？有哦。求翠人係起呢件宗祠嘅人啊，1888年吼去起好勢，希望吼本台灣嘅求是宗祠啊，是得來立位啊、資助啦、交流啦。那求翠人係呢個神聖，佢教按到學生，其中就是個學生按到求風格。有幾日就有談過誒，真嘅啊！歷史課本歷史課本攏有教。求風格吼，求風格，佢考到技藝啦吼，還有親師啦，所以佢改變咯，到呢位東莞梯。東莞梯啊！還有外邊就去趕錯。那跟那個咩 Q A 吧，那個可以來試試。真版的到呢位啦，真版哈。那個係真實的。真是到歷史博物館。呢位哈，你看。佢嘅建築啦，哈，彩繪啦，都按獎誒。你看，1888年清朝6號來嘅，你看，你係總是梯。這就係以高數嘅地方。先生，咁樣今日按詳細嘅了解呢，係聽面話嘛，有認識幾多想熟嘅朋友。真嘅咯。下禮拜有機會嚟帶人過來。好，冇問題啦。我們不按獎呢。好啦，請。今日來到嘅彰化嘅永慶，我同蔡天人小姐去體驗美國有名嘅老鴨，同大家相同。一開始搶底下老鴨係去拿來包檳榔嘅，經過一年嘅體驗，佢扮種嘛天天嘅高矮，人類老鴨還有很多嘅好處。呀個地方因為語言同環境都有互相影響，所以其實會講客家嘅人幾少嘅。今日下晝總算本來遇到一個會講客家嘅人咧，就係個邱先生。不過邱先生吼，伊本身嘛係唔曉得客家嘅哦，而且也按多人來天天嚟好，咁一條客家語言學進來，一下嘛是一個客家先生嘅，係上好，而且學語言嘅精神啊，還有保護一個後世宗祠嘅精神，都係人哋客家後邊愛家學習咧。唔知一個立場係會讀到乜嘅，個精彩客家故事，咁你就來看下先吧。